我两位点的是助理，各位前贤，晚安。或许你嘛听咱电老师甲咱主备着，咱即个理想分，互较深深的体会啦，互较感觉讲互较真有福报，因为互较会当来一粒佛堂来遮听咱电老师甲咱讲金刚经，更加互咱知影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。本来苦足含不共款的，咱有发心、报心、甲因化心。因为《佛经》内底伊甲咱讲，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性，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度证得。那么各位亲戚，为什么咱会有妄想？为什么咱会有执着？因为咱拢依照咱的色身、色性。伫个应事应物，所以讲伫即个今仔日，互较听着电话师讲着叫金刚经，互较更加去体会讲，咱一定爱好个善护念、善护惜。那么咱爱护惜咱的啥？护惜咱的心、口、意三业清净。为什么咱爱护惜咱的心、口、意三业清净？因为咱本自具足啊。含不共款的，咱有发心印心，阁有报心，但是咱袂失去啊。咱来甲看咱看佛像，佛像为虾米会当遐尔啊庄严？因为佛伊无分别执着，伊无碍。但是咱为虾米？咱今仔日一直伫咧做众生，一直伫遮轮回，因为咱梦想太济，咱执着太济。所以讲，互较感受到修办道的好处，就是会当互咱有，伫遮为听道理、明白道理，而来安怎认识家己，认识家己，知影讲咱要为对啥物所在下功夫来找回咱原来本体迄个清净的发心。那这是互较，因为互较其实真努顿。只是伊嘛听到你们师安尼讲，更加互我肯定讲，我们要赶快找回我们本来那个清净的本意。好，谢谢各位前贤。好。当然本事做的物件，本事有念物件，但是因为咱去甲你念着，参加讲初领的参师来讲，我有你这一科，你本来这个名师，这个就是非常光明、非常磊落，但是咱拢去看天顶迄个位，咱拢执着天顶迄个位，咱无家己知影讲，今日咱有一个圆满无缺的一个宝珠。所以我常常讲的，咱修道学道，免啊把咱这个宝珠顾好势，别人安怎你含你拢无关系。别人生死和你无关系，你今日要食菜，你今日要修行，你今日要打拼，拢总无离为你家己。拢无离为你家己。随时咱今日要度化众生，其实嘛咧顾咱这粒下仔名词。因为你这名词当然愈较深，愈方便。这是事实的物件。所以咱头一段话就是讲见佛无错。见佛，你本来就是佛人嘛。三身佛嘛，对不对？八身佛嘛，圆满八身佛嘛，千百万八身佛嘛，三身就是佛人。所以你今日见佛，见三身佛，你袂使有主，袂使执着。凡所有执，今日咱完全拢总离开状态。但是变怎训练到咱家己这个修会到。有时咱另外讲，变怎界定为功夫，界定为功夫就是咧讲，头一步是咧讲讲这个三业清净，界就是讲三业清净嘛。释波罗蜜嘛，界讲三业清净嘛。身业、口业、甲意业，
其实一切作业的原理，一切作业的原理，这三业来嘛。这三业咱若顾好势，变成啊，甲伊这个学业变转为实践业，转为实践业，安尼叫做转实成力，转。所以今修学有补的，就是个人家己只要发生活。咱讲起来，你个人这个模拟不是安尼对吼，今日分享一下。